出水够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古早朝中拢有迄个大神，专门伫咧观测望斗，目的是啥？目的就是判断未来。明年但是会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也是讲朝中会出奸臣。即马吼，甲皇帝禀报了，讲吼，在我咧看，天出祥云，明年绝对是丰收的年过。结果，像知影讲明年煞透风落雨做风台，皇帝都会骂安尼，骂讲打你这个不速大神啊，歹车入境，你甲我看做和光灿烂。这句话咧表示啥？表示讲台湾俗语咧讲的讲，唔捌字，咱拜托人看；若唔捌人吼，讲较土的，讲会死一半。就是江湖咧行，第一就是粗干讲，唔知古早的话应用对现代来无共款的解说。古前头拄仔咧讲，那古早咧观车望斗举头咧看，歹车看到即个歹车出现闪闪时，咱就知影讲明年行会透风雨。结果吼，咱看唔到，所以甲皇帝禀报讲，天出祥云，就是好车唔只会和光灿烂。即马即句话，现代解说就是讲，咱袂晓判断代志。人明明来到咱的面前，伊要甲咱教呢，伊要甲咱害呢，阴天教人是3寸深呢。哇，你袂晓分啦！你想讲吼，等即个好意就要甲我斟的啦，歹车入境，看作和光灿烂，你家己调调，家己调伤是你。唔则讲江湖愈行，咱爱愈出名；江湖愈溜，咱眼光爱愈好。第二句俗语就是咧讲，讲有一款人，伊袂犯即种的过失，袂犯即种的错误，人伊有才调。目睭看透过3M饼，安尼视力毋着2.0，还是3.0，目睭毋才有才调看透过3 M 饼，毋是啦，当然这咧讲笑啦吼，表示啥？表示人伊眼光好，明明咱都要来甲做说客，要鼓舞伊行东也是往西，咱喙还袂开啦，已经看到咱的脑底啊！你毋免讲，我知影你的来意，即款人或者目睭看透过3 M 饼，若安尼或者内行的。毋则，佫一句俗语话咧讲，讲见真人莫说假话。咱江湖有江湖法，兄弟有兄弟法，做戏有做戏法，这叫做撇话，讲互别人听无的。你若兄弟中间咧讲来离的即句话，就是讲吼，伫家角内底关过。毋过做戏走江湖的人咧讲来离的，这表示啥？表示内行的啦。所以见真人莫说假话。咱互相中间平来离的，你毋免甲我转接。人我的目睭是看透过3 M 饼的。毋过即句见真人莫说假话，现代解说，咱爱表达，爱表明讲人甲人中间毋免虚伪，毋免用无做假，迄袂久长。咱爱认真，爱坦白，爱诚实。你甲我拢照起讲，实实啊讲，我甲你相处，当然就直直啊来，好来啊好去，路咧行，自然就会久长啦。